咗，係啊，我教得好耐啦。咁如果計埋 part time 有冇30年啊？30年啊，至於有幾多人我真係冇即係正式嘅即係統計過有幾多人次。咁當然有啲班我試過即係得一個學員就有。其實呢個機會我係考翻嚟嘅，我係考試用咗幾年時間考翻嚟嘅。咁其實我點解會去Carol Mirage 去到莫斯科咁遠咧？其實係講翻2017年啦，我去上海參加上海開朗之星國際肚皮舞節。咁你知道咧，當時有個老師，咁佢辦呢個遊學團，就係參加呢個肚皮舞節嘅，去莫斯科。咁同埋係有機會又會去聖彼得堡有呢個遊覽啦。咁同埋當時識到一啲國內嘅舞者都會一齊。咁於是我就咁就去參加啦。咁其實 Carol Mirage 係一個好有系統嘅一個嘅訓練嚟嘅。佢好似一個你讀大學咁樣，你第1年、第2年、第3年、第4年。咁每次你上完堂咧，佢都會有考試嘅，真係考試㗎。第1年我有筆試啦，有兩個 multiple choice 選擇題。所涉及嘅問題可能有啲嘅當時嘅培訓，即係啲課程一啲嘅內容，一啲嘅基本技巧嘅一啲問題啦。咁除咗 multiple choice 之外，你仲要睇一啲嘅短嘅 video， 又答一啲咧，究竟呢種係咩嘅舞蹈風格？咁呢個係考筆試第1年。第2年咧，再加多一樣嘢咧，就係聽節奏，聽呢啲中東節奏，係現場有鼓手打嘅節奏。好啦，咁呢個入門節奏啦，到我第3年啦，第4年、第3年係仲要加埋嘅，有筆試，有聽節奏。咁聽節奏咧，會就再深入一啲比較變化多嘅節奏嚟嘅。仲有一樣咧就係編舞，我唔係佢係俾一個每1年 Carol Mirage 會有一個主題嘅音樂，我哋就根據主題音樂，你編一個大約2分鐘嘅舞蹈。你到時係即場嘅，你要揾3位嘅舞者，咁啊做你嘅隊員，咁你花大約可能得2日嘅時間，你要 present 出嚟啦，喺個台上邊，佢哋將你嘅作品呈現出嚟，咁下邊有啲大師嚟睇嘅，咁呢個係第3年啦，咁第4年咧就係實習課，當我完咗1、2、3 pass 咗啦，咁我第4年咧就有一個實習課。咁我哋要預備一個嘅課堂嚟到等老師係睇下我可唔可以教啊，或者我嘅教學嘅方法啦，可唔可以好令到啲同學明白或者學到我想教嘅嘢啦咁樣。咁所以我今年3月去嘅時候咧，我係第4年，我就係通過咗呢次嘅實習課嘅考試，我畢業啦。老師都嚟睇我教課，咁佢都覺得我有breakdown啦，即係有個分段嘅教學啦，睇過我嘅效果，或者嚟參加我課嘅學員，嚟自俄羅斯嘅學員，佢都覺得學得到咁樣，咁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嘅。我係考翻嚟嘅呢個，我係用咗幾年時間啦。咁中間雖然我有啲停咗冇去，但係我一路都要參加 Carol Mirage 嘅 online course， 即係佢個網課，係啊，咁所以就都好開心。基本上，當香港嘅舞蹈老師或者去參加海外嘅活動嘅時候，都係受歡迎嘅。咁大家不停都係即係舞蹈嘅交流啦，咁樣。咁我覺得有個文化差異就有啲特別嘅地方，就係我好似尤其是今年我去Carol Mirage 個教學，咁我覺得真係體驗得到舞蹈真係一種嘅共同嘅語言嚟嘅。咁我認識到幾個銀髮族嘅舞者，佢哋係俄羅斯人，佢哋唔識英文，但係我哋都可以溝通到，有時候可以用 Google Translate 啦，或者用身體嘅語言啦，咁我哋都成為咗好朋友。我哋一齊食早餐啊，我哋一齊上堂啊，咁樣。咁甚至佢哋邀請我去佢哋嘅房間一齊飲嘢、飲酒，
由佢哋有啲食小食啊，由佢哋一齊跳舞咁樣樣，咁大家都好開心做到朋友。咁所以我覺得文化差異係會有嘅，咁但係透過舞蹈啦，咁我就都可以建立咗個友誼。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比今次係俾我有一個深啲同埋特別嘅體驗嘅。係啊，我教得好耐啦。咁如果計埋 part time 有個30年啊，30年啊，至於有幾多人我真係冇即係正式嘅即係統計過有幾多人次。咁當然有啲班我試過即係得一個學員就有，我又試過最多嘅有成超過100個學員就有。咁多數都係女士。有啲個運動班啊，或者踏板嘅班啦，咁當然有男士嘅參與啦。咁而至於肚皮舞，當然更加絕大部分係女士，亦都有一啲好極少數嘅男士會嚟參加嘅。咁當然嚟參加嘅佢哋有唔同嘅原因啦。有啲可能佢試過有一個嘅男嘅學員，佢嚟參加，佢因為佢睇到喺餐廳睇到有肚皮舞嘅表演。佢發覺咦咁啱嚟到有肚皮舞堂喎，咁於是佢就報名嚟，究竟係去親身體驗一下究竟肚皮舞係一種咩嘅舞蹈。而有啲另外有啲可能同埋朋友一齊啦，或者佢總之都中意跳舞嘅，無論係乜嘢嘅舞蹈佢都中意，咁佢就時間啱佢哋嚟參加啦。咁但係當然都係女性係佔絕大多數嘅。